喺個中半島紅木城 Redwood City 呢個週末啦，係會舉辦當地有史以嚟第一個夜市。黃恩光報道。Redwood City 第一屆夜市聽日同埋後日舉行，星期六下晝2點到夜晚9點，星期日中午12點到夜晚8點。今年呢最特別咧係因為我哋好快會係 trick or treat 啦 Halloween， 咁我哋會有 trick or treat activity 啊，同埋好多event 俾其他小朋友玩，咁比其他嘅 night market 有啲唔同咯。食嘢咁啊，亞洲人嘅嘢食咩都有啦，係咪？珍珠奶茶啊、燒烤啊。你講得出諗到嘅都同 night market 相似嘅都有㗎啦。陳友傑係 Redwood City 轄下 Kenya Neighbourhood Association 嘅主席，佢2年前開始有籌辦夜市嘅構想。因為呢2年前呢，我個仔仔7歲大啦，而家佢有個同學叫 Bella， 咁啊 Bella 呢，佢就嗰時 Kindergarten 去咗台灣個夜市，跟住就話晒俾我仔啊同埋啲同學聽，台灣個夜市好好玩。陳友傑表示，佢希望紅木城嘅居民，包括小朋友，都有機會體驗夜市，於是着手籌辦。呢2年嚟，佢參觀過三藩市華裔社區嘅夜市，亦都花咗好多時間教育紅木城嘅市府官員。好多呢度 Redwood City 嘅市政府啲人都唔知道啲 night market 係咩嚟嘅，因為佢哋未去過亞洲。又唔知道台灣個 night market 做成點樣，咁我哋需要好多時間去 educate 佢哋，話俾佢哋聽，我哋亞洲人係夜晚點樣去呢個 night market 嗰度玩啊。紅木城首屆夜市大約有50個商戶參加。陳友傑話：當地嘅市中心夜晚好沉寂，佢希望舉辦夜市可以帶旺市中心嘅商機。26台記者黃恩光報導。